各位同修，末學係陳雲。你嘅睇法決定你嘅心境，呢個大家都聽過。但係你嘅睇法決定你嘅年齡，甚至可以逆轉你嘅年齡。大家有冇設想過呢？《華嚴經》入邊有一句偈語：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識重生，無法而不造。即係話我哋個心好似一個好叻嘅畫師啊，好精工嘅畫師，可以將世間嘅嘢係畫出嚟。五蘊喺呢度創造，喺呢度生起，冇啲世間嘅嘢係做唔到嘅。呢個偈語咧係講世間嘅事物都係由我哋嘅心做，或者可以總結叫做萬法唯心造。呢個法咧，現代哲學就叫現象，但係喺佛學入邊嘅法咧係有幾重嘅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咧，用現代哲學講就係現象，即係睇到嘅嘢叫做法。第二個意思咧就係由呢個現象入邊解脫出嚟，呢個又係法。第三個意思咧係由現象解脫出嚟嘅修行方法。一個法字Dharma有三個意思，呢個就係佛法嘅奧妙。正如頭先講，個心可以畫萬物出嚟，但萬物都係虛嘅，個心都係虛嘅。五蘊色受想行識都係空嘅，五蘊皆空。好多人學法或者學道都係想逃出生老病死，逃出苦海，逃出輪迴。但係其實生老病死、苦海、輪迴都係心做出嚟嘅。我哋怕苦、怕病、怕年紀大、怕衰老，亦係心做出嚟嘅。個心強大，個身體就會健康；個身體健康，個心就會強大。呢個係二而為一嘅事情。現代嘅心理學叫做身心一體，講起嚟好似高深嘅道理，但實質上咧，我喺我啲朋友嗰度係見到嘅。我呢排開始返鍛鍊啊，久唔久出去四圍行下咁樣。其實我喺 Facebook 嘅老友咧，亦都係當然係生活上認識嘅咧，都有一啲係70幾、80噶啦，80幾近90嘅都有，都係啲前輩啦。其中一位咧就係大概3年前咧，就成日見佢喺度整理啲舊物啊，喺度玩斷捨離啊，所謂斷捨離啦。跟住話好唔捨得啦，不過啲嘢都係要抌，話要準備一下，相當悲哀啊！後來咧係3年嘅假疫情過之後，佢去下澳洲探舊朋友啦。依家日日行山啊，四圍去啊，西貢啲好高嘅山都去得。嗰啲我20幾歲先夠膽行嘅。另外一位都近90噶啦，即使係3年嘅假防疫期間咧，都係不斷喺酒樓同朋友食飯聚舊嘅，都有一群80、90歲嘅作家啦。最近忽然間咧見佢去咗愛爾蘭啊，跟住又去咗蘇格蘭啊，揀冬天去啊，真係勁過我好多。呢啲都係睇到所謂老年咧，只係一個心理嘅概念或者社會嘅概念啊。實際上咧，去到80、90歲咧，都依然可以四圍去嘅。當然壽命係有個限數啊，有啲富豪係諗住係不斷食一啲營養補充品，就諗住大概20年到咧就可以發明到一啲納米機械人，就入去細胞度修補譬如修補個端粒啊 telomere， 就使到佢不斷咁係按照需要而係增生啦，跟住返老還童。此外就如果啲器官有啲咩病咧，就係入去醫好佢。生命係咪有期限嘅咧？呢個我諗
喺20-30年之後，呢個觀念就會打破啊。未必話冇期限，但係個期限可能係推到係120、130歲、150歲都唔出奇。到時咧，人嘅生涯規劃啊，所謂生涯規劃嘅觀念咧，就會大大嘅改變。而政府一向係集中喺青年人啊，集中喺刺激生育啊、兒童咧政策啊嗰啲咧，冚唪唥要改嘅啊。最近大陸有一個經濟學家，佢話觀察到咧係老年經濟咧係有得做嘅，因為老年人嘅消費力先夠強啦。因為到目前為止咧歲數都係有限制啦，而且仲係90幾、100嗰種限制啊，所以到70、80咧就會將啲錢使咗佢嘅，同埋佢哋係有時間係聚舊啊。咁呢個係當然亦係一個花費嚟，只不過佢哋嘅最舊嘅方式或者去嘅地方咧，就唔係大陸啊或者香港啊嗰啲可以設想到嘅。其中總可以參考嘅就係日本啊，日本啊好多長壽嘅物品，即係叫人哋送俾啲阿公阿婆嗰啲物品啊，都係添福添壽嗰種。香港呢頭呢啲嘢就覺得係太舊啦嚇，太老土啦嚇。遲啲咧就係呢啲老土咧就係當時興。喺呢度同大家介紹一個心理學家嘅實驗，佢話咧係老年咧係一個社會條件化嘅概念嚟，又或者係被社會灌輸嘅概念嚟，即係 mind conditioned concept aging。呢個中文咧就比較少介紹呢個實驗嘅，就喺1979年啊。有位哈佛大學嘅心理學家叫做艾倫朗格啊，一位婦女嚟嘅 Ellen Langer，1947年出生嘅，到依家都仲健在嘅。佢喺1979年做咗個相當驚人嘅實驗，嗰個叫 anti-clockwise 嘅實驗啊，逆時針實驗或者倒時鐘嘅實驗。個實驗係點咧？就喺1979年啊，佢約咗一班70歲、80歲到嘅老人啊，就去匹茲堡一個舊嘅修道院度住啊，夠晒舊啦啊！之後大家就懷緬起20年前嘅事情啊，入邊佈置到咧好似1959年咁嘅環境，同埋有啲報紙啊、收音機、電台都係講嗰啲古巴喺豬猡灣嗰度係佈置導彈啊，甘迺迪總統去應付嗰啲。跟住啲流行曲咧都係50年代嘅，佢哋要做嘅嘢係乜咧？又唔係懷舊啊，唔係淨係懷舊，佢又假設自己係走翻去20年啊，即係翻去60歲嗰陣啦嚇。而當時所有嘅嘢譬如古巴嘅導彈危機啲歌星譬如皮里士利嗰啲啲歌星推出啲新嘅流行曲嗰啲，全部係當下發生嘅，跟住就重新去認識訓練佢哋乜咧？就訓練佢哋嘅專注力同埋控制能力喺入邊咧，佢要假設自己後生咗20年唔使人幫嘅唔使拐杖冇必要就唔使自己拎嘢，自己煮嘢食，自己行樓梯頭先嗰個就係實驗組啦，跟住嗰個就對照組啦，control group。control group 係點咧？都係擺20個人喺同一個環境當然唔俾佢哋互相認識碰撞咁啦嚇。咁佢哋當係睇緊1959年嘅嘢睇緊20年前嘅嘢但係咧係當舊事咁睇而且係用 past tense 即係用過去式咧嚟到講嗰啲嘢咁頭先實驗組咧experimental group 嗰啲咧就用現在式或者現在進行式嘅即係話哇依家古巴喺豬猡灣佈設導彈我哋甘迺迪總統唔知點算好咧係咁樣傾嘅咁嗰個對照組嗰啲，我睇翻古巴嗰件事喎，其實我知結果啦，就係甘迺迪總統要對付佢哋嘛，話要趕走佢哋嘛，結果甘迺迪俾人刺殺咗添佢係純係懷舊嘅。咁呢個實驗經過5日之後發現咗乜咧？發現咗呢班老人咧嗰個聽力即係聽覺係增強咗噃記憶力增強咗嗰個手嘅握力腕嘅握力增強咗，
睇嘢清楚咗啊，關節靈活咗啊，好似食咗咩雪松果風濕丸咁，行得勁快啊！嗱，呢個係20年前啊，甚至30年前嘅廣告嚟啊。個手指咧係靈活咗啊，IQ 高咗啲啊，跟住咧行路咧係挺直咗啊，似翻係一個中年人啊，而唔係一個老年人。關節炎咧有啲仲改善咗嘅，冇成日嗌痛嘅。比較驚訝嘅發現就係佢哋嘅聽覺改善啊，因為通常咧你個心理上點樣暗示都好咧，或者點樣運動都好咧，個聽覺係比較難改善嘅。但係呢個實驗咪整到咧佢哋聽覺係恢復咗啲喎。咁於是阿 Lung 教授咧就話，原來身心咧係一體嘅，係 mind-body unity。咁後來咧佢就係走去做呢個 mindfulness 即係正覺正念嗰啲宣傳啊，就話呢個係會影響身體嘅。佢總結咧就係 aging 啊，即係老年咧係一個 stereotype 嘅嘢嚟㗎，即係一個刻板嘅印象啊，社會塑造嘅印象嚟。啲人係被逼接受嘅，即係去到50零60就退休啊嚇，之後咳下頭髮白啊，之後見有人送拐杖就要啊，跟住就有支拐杖行路就變咗駝背啊嗰啲啊，跟住啲兒孫叫佢阿爺啊，之後佢就扮真係阿爺嘅款啦嚇，行路慢慢地咁呢個就係身心一體嗰個實驗嚟。呢個實驗咧係推翻咗以前一啲即係啟蒙時代笛卡爾啊，即係法國嘅一個思想家啦。René Descartes佢話係身心係分離嘅嚇，個身體同嗰個心靈咧係唔會互相影響啊。但係 Alan Lung 教授呢個實驗就發現互相影響嘅嚇。呢個實驗咧後來亦都喺近年喺意大利喺米蘭嗰度再重複一次啊，亦都係發現係相若嘅結果嘅。故此從呢個實驗睇到咧，係身心係合一嘅。咁如果係話自己老啊嗰啲啊，或者係一下唔夠氣就喺度話，想唔認老都唔得啦咁其實咧就呢個係令到自己係變成係老年人嘅一個刻板印象。咁我頭先開頭講嗰2位老友啊，真係年紀大嘅老友啦嚇，2蚊搭車4圍去嗰啲啊，佢依家日日去行山啊，唔使時間恢復嘅喎。後生仔行完都話要唞一日，第二日先去啊，佢日日去啊。咁呢啲都係令人吃驚嘅。之前又話咩高血壓啊、心臟病啊、準備死啦咁結果又唔係嘅。呢度睇到咧人係好受社會嘅影響。嗰個身體嘅健康情況或者個活力嘅情況咧，都係受心理影響，而心理好多係受社會人群嘅賦予嘅觀念賦予嘅刻板印象嘅影響嚟啊。人係可以改變嘅。咁當然啦，係西方嘅身心合一近年嘅睇法仲爭一樣嘢就係靈，或者華夏講嘅神精氣神嗰個神即係身心仲有靈，靈先係再統攝身心嘅而身心亦可以影響個靈咁正如係人體嘅精氣神個神可以化氣，氣可以化精個精亦可以化氣，氣可以化神咁呢啲都係21世紀去到依家即係去到九運着重嘅精神心靈宗教嗰啲咁嘅革新嘅睇法。而現代醫學嘅進步譬如話長壽嘅研究啦，或者延長壽命、延長老年時期嘅活力嗰個研究，同埋各種嘅藥物或者係體育鍛鍊嘅方法出嚟譬如話老年人要練翻啲肌肉使到個心臟健康一啲或者係唔會因為肌肉嘅數量唔夠或者活力唔夠而搞到係起唔到身或者係行路趌下趌下呢啲都係近年嘅科學嘅進展嚟但係再進一步，當然要研究呢個靈魂或者係身體同心理同埋靈魂即係精氣神互相嘅關係。
呢個先去到究竟嘅。